腋下淋巴意思就係指腋窩下面嘅淋巴組織同埋淋巴結節。腋下嘅淋巴好多時就係將上肢同埋乳房細胞外嘅水分帶回返去身體嘅中央。當中腋下嘅淋巴分為3組，而總共嗰度大概有10至20幾粒嘅淋巴。乳癌主要有分第0期原位癌同埋入侵性嘅品種。當乳癌係入侵性嘅品種嘅時候，佢就有機會擴散去附近嘅組織，而乳癌最常去嘅就係同一邊嘅腋下淋巴。所以好多時我哋計劃病人嘅治療嘅時候，都要喺術前做清楚嘅檢查，去睇清楚腋下有冇波及。傳統上，當腋下嘅淋巴有所波及嘅時候，我哋就需要考慮腋下淋巴清除手術。傳統腋下淋巴手術主要分為2個方案。第一，如果喺術前淋巴嘅檢查係冇證實波及嘅時候，我哋就可以考慮前哨淋巴活檢術。手術就只係會攞走最有機會波及嘅淋巴進行化驗，而淋巴如果證實冇波及嘅時候，其餘嘅淋巴就可以唔需要拎走。第二種就係腋下淋巴清除術。呢個情況就係當淋巴喺手術之前已經證實咗有波及嘅時候，我哋傳統上就要考慮3組嘅淋巴入邊有2組係需要一併過攞走，從而清除有機會波及嘅淋巴結節。通常呢個手術會涉及攞10至20粒嘅淋巴出嚟。切除腋下嘅淋巴有機會引起一啲不良嘅反應，或者係啲長期唔好嘅後果。常見嘅但係冇咁嚴重嘅，包括可能會影響到一啲感應嘅神經，令到腋窩或者手臂內側嘅感覺有所改變。嚴重少少嘅或者大啲影響嘅，包括可以影響膊頭嘅活動。比較麻煩嘅係，當如果攞走嘅淋巴影響到淋巴通道嘅暢順度嘅時候，就有機會引起淋巴手腫。部分人淋巴手腫嘅程度可能係輕微或者係短暫嘅，但係都有少部分嘅人淋巴手腫可以長期，亦都可以因而影響日常嘅生活，甚至影響其他嘅問題。傳統上，當淋巴有波及嘅時候，我哋就需要做腋下淋巴清除手術，將2組嘅淋巴一同清走。但係隨住醫學嘅進步，好多病人喺手術之前都可能會俾化療或者標靶嘅藥物，而呢啲藥物往往都可以令到癌細胞大大減少，甚至消失。所以喺適當嘅病人入邊，我哋可以考慮一個新型啲嘅手術，叫做標靶腋下淋巴清除，減少需要攞走嘅淋巴，而又可以做到準確嘅斷症，減低病人嘅併發症，亦都安全可靠。標靶腋下淋巴清除係一種比較新型嘅手術，需要配合外科醫生、放射科醫生同埋腫瘤科醫生喺俾藥物治療之前，先係進行檢查，確認有淋巴波及，而數目未至於太多，就可以將最大粒、最明顯嘅淋巴先落一個標記，然後喺藥物治療之後再做一個檢查，去確認淋巴係有所進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就可以喺手術嘅時候攞走呢一粒已標記嘅淋巴，再加上前哨淋巴，從而攞足夠嘅樣本去做一個活檢。如果活檢證實入邊嘅癌細胞全部都被清除，而入邊冇任何可疑嘅細胞，咁我哋就可以唔需要再攞額外嘅淋巴，從而令到病人可以減低因為要做淋巴手術所引起嘅併發症或者唔好嘅效果。